台南国际音乐节迈入第5届，今年以生生不息做主题，邀请多位国际音乐家以及优秀在地团队，以未来篇章甲时光旋律为主轴，规划10档12场的音乐节目，其中也搁配合辐射建设300档，推出音乐会。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成员，我们也打造了一个成员地景的一个音乐节啊，音乐演出，然后有2场，分别是一个是在小西门，一个是在对院门啊，有这2场的一个演出。无法桥希望结合传统甲创新，互整个热天充满音乐氛围。这回内容包括着古典、国家流行的音乐风格，甚至是漫画、电影的主题音乐会。丰富各多元，很多大朋友、很多小朋友都爱听的这些音乐，都把它结合在一起，统统收拢在我们的国际音乐节里面。希望大家，不敢说雅俗共赏，至少是大小通吃，老少咸宜，大家喜欢，这个很通俗性的，或者是非常高水准的艺术音乐演出。对4月19开始到7月13，连续将近3个月的时间。市长黄伟庭邀请大家来共同欣赏音乐响应。市附近规划要予学校音乐班的学生，会当近距离欣赏国际大师的演出，深化音乐教育。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。